的小地方都可以，任何细细的所在拢可以。咱只要有进步，甲旧年无共款，咱就渐渐在操练迄个上帝国的观点。这个礼拜开始拜五的查经班换转来伫咱的礼拜堂，拜五6点7点的时阵，兄弟开始来的时阵，我就讲，咱下暗要伫礼拜堂查经，就有兄弟问讲，牧师啊，今天人会比较多是不是？我说不是啦，不见得会比较多啦，就是咱坐较人的，咱若伫副堂，大概拢会做客，我们做松一点，咱来礼拜堂。结果那天我算了一下，来了34个这是这几个月人最多的一次，34个。我唔知影会遐尼侪人。毋过我知影的一件代志是，咱兄弟愈来愈侪愿意伫上帝话顶面来努力、来研究、来学习。所毋忙的是，当咱明白上帝的话了后，咱会当用咱的性命甲行做出来，成做性命一部分。咱个人教会阁有大大的空间来进步，各位兄弟，咱来参与，侪来参与，对上帝的话亲近。咱不只是拜五暗时有查经班，咱伫拜二下晡，现在有双年大学开学的时候，伫拜二下晡，咱1点嘛有查经班，咱早的内容真济拢无共款。咱伫拜三的中昼，现在开学咯。拜三的中昼伫师大内面，咱嘛有一个师范大学嘛有一个查经班。咱兄弟的囝儿，也是你熟悉的年轻朋友，拢会当去迄个所在，迄个教室，迄是苏老师替咱备办的一个查经班的教室，拢会当来参加。我实在认为，这是第一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咱基督徒亲近上帝的话。因为若无亲近上帝的话，无可能操练到迄个上帝国的观点来看代志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咱会最容易甲教会的运作，成做一个世界的运作。这个是一定走的方向。咱长老会伫台湾150档，到这个时阵已经出足大的问题啊！问题是出伫对，是出伫咱的礼拜很沉闷吗？各位兄弟，我们是不是很沉闷？拢要困去啊咱的礼拜无唱歌，唱1点钟大声唱，无弄鼓，无介济乐器。问题是出伫遮吗？毋是，各位兄弟，咱长老教会伫台湾出问题，是因为无读圣经啊，无注重上帝的话啊，这是上重要出代志的所在。结果虽然咱侪人看出来，咱长老会有问题啊，出事情了，可是解决的方法反而错了。即摆咱介济教会开始咧玩啥物幸福小组、双翼，嘛会当靠一寡方法，诱较济人来教会，来同乐会，来俱乐部，搞错方式了，各位兄弟。伫遮耶稣伫剔责彼得嘅所在，就是伊干那要用世界的观点看代志，伊无要用上帝国的观点看代志。毋过各位兄弟，无迄款代志，讲我今日做一个决定，我无爱用世界的观点看代志，我要用上帝国的观点看代志，咱就会当用上帝国的观点看代志，毋是即款的，没有这种事情。除非咱愿意亲近上帝的话，除非咱愿意温困祈祷，除非咱愿意参与伫信用群体内面。
咱真正无法度操练咱家己有上帝国的观点。嘛，咱新的一档开始，咱做做伙来拍拼。当咱渐渐愿意用上帝国的观点来看代志的时阵，各位兄弟，袂介侪纷争啦。虽然抑阁会讨论，抑阁有无共款的看法，袂介有纷争啦。因为咱知，咱拢愿意去学习，要安怎看无家己，要安怎背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耶稣。虽然会伫看法无共款，会伫做法无共款，毋过拢愿意真做一个徛在伫即个世界，徛在伫即个社区，愿意要牺牲家己，愿意要真做一个试吃品的信用群体。当咱拢真正愿意用上帝国的观点来看待这个时阵，这个水的生命表现，得显明出来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可以做什么，跟不可以做什么，其实无遐重要。伫咱的生命、咱的心内，在背巴，在思考为什么可以做什么，甲为什么不做什么，迄才是上重要的。这个为什么跟为什么做，甲为什么不做，真正毋是用世界的观点来做标准，是用上帝国的观点来做标准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模范，可能要做一个想象，就是耶稣伫咱的面头前会讲一句话，讲什么话？讲撒旦退我后面去。我们就全部变成撒旦了。当然啦，不是那个长脚的，就是那个敌对者。让迄个正确的方向来跑走。虽然咱每一个人，咱的灵敏的程度无共款，毋过无要紧，咱做伙迄个方向来跑走，就会是一件足水的代志。当心来祈祷。